今当天好，天要有。大人，老夫子，这杨乃武的长儿子不听不管，老百姓的性命要救个，这大人要想办法个。哎呀，老夫子啊，事到如今，我是水穷水尽，叫我如何是好？啥人还讲啥？一个是银幕侍郎何东寿，为一位呢是府里向绍兴司衙叫雷医生。何东寿今年52岁，绍兴司衙60岁，好资格。并知两家里商量的啥呢？是一位杨内务长儿子。因为杨内务长儿子浙江统治3年，步步相护，一直弄不清。最近清查起身，也就糊涂定额。杨内务阿姐叫杨素英，固本进京嘛，预备明在营部堂稳定被告上，希求何东寿帮忙，因为同乡。何东寿生不违法，为啥经常都斗争？个外地子们不是体制咯？不，何东寿娘好不过，他夫人逼老子儿子想办法，办了营部，营部不答应，办的王太尉，王太尉还不答应。那是苦phía中为主浙江，是不办法。现在司衙还帮你想办法。大人，老夫子，跟侬有办法呢？跟侬有办法，跟俺有办法。呼，先生，老夫子大礼。大人，这张见的凭大人的力量干不到。是啊，跟俺要我拉手的。我拉水，老夫子自己怎样啊？我个真大炮开一开呀！哦呀，万使不得！大炮一开，生灵动态，非文人所为呀！大人，我个大炮并非真的大炮啦，我大炮可是讲笑个。大人想想看，这翁大爷事情，我们这2点钟。不请4个万那个大卡人，可是不大炮。逢到147，我们这一点2点钟非要请4个万得来个大卡人。一想，哦，就是他。个今朝年轻来不来？今天非得大炮要来，小炮也要到来呀！啊，个小3万的。是啊，那他叫便宜的。个有大炮，再加小炮，个大小炮一起开。个娘上个县太子岗上县上的东官做光，个俺有不灵门个。呀！老夫子，公如大人，东如被我支持。个办法3行有，我说大炮小炮啥火的？哎呀，是2个人，刚起大炮，神经做工，军机大人，现在不做啥事体，不做啥事体了不好的个咯，各位，你们不做事体，你个儿子做事体，嚯，你个儿子那个当去不得了。我杀青的，第一声，不惧否平不称声。地位高得了，人家说中国么1品2品，你不品质，到底啥的样人呢？follow 上称皇帝，皇帝名字叫在地，你要叫光绪，所以是光绪皇帝。居欧当上不非命，那个东派是光绪皇帝的爷，真的王爷，皇帝的爷爷。我打慈禧太医啥个称呼呢？
娘娘称说啥？这董派呢是以凤凰帝的兄弟，所以他是他有说啥之称。我介绍名字呢，名字叫叶修，啥个王呢？人生情啊，呵呵，与民生。董派叫人亲王，因为脾气白差，欢喜当白发兵拍兄弟，所以人家偶尔将送不来个绰号叫董派。讲起个真小派，姓三娃一是个王，对名姓叫王姓，当大于世，40岁年纪，好三月。因为已经跟了董派，所以大家送不了一个绰号叫小派。介绍到小派了，但活动时顶也好，出名香炉角一进来一道，吃之于炸鸡。那么都讲下的，逢到147和半夜2点钟，让活动时公馆里吃之于炸鸡；逢到258，让黄兴公馆里吃之于炸鸡；逢到369，让黄家公里向吃之于炸鸡，差不多日子忙的。于是这几一脚，于是这追一针，此上并高于人真。正在是前年七阿拉带活动日得来，这个张儿子也利用2种炮，大人没办法再行有。哎呀，老夫子公事大人，动作一定靠不着。啥新年有道理？对个，我力量大不够，请2种炮出来帮忙。一个有谁，一个有力。王兴是有谁，这个谁不是同地啊？3月之谁，可以下本上，不拉西他有王亚有力，可以进攻，就是他有守卫人民。当然开心，不过再一想嘛，哎呀，不来。为的啥？王兴不问题个热心人，爱国还是好当不平，全力帮忙，肯定拍兄弟。王爷不来呀，王爷身份为主啊！随便啥事体不问，应走下棋，逍遥自在。老百姓的性命，不拉里眼睛不离。养爱无一个心中巨人，一条生命你看出来不得了，桩大事体，王爷听也别听，全力帮忙，理认为大材小用，搿有啥办法？哎呀，老夫子，大炮虽好，不肯开放，奈何啊？奈何？大人，搿句话我不相信哦，搿除非大炮不烂了，烂了哦，我就看一看。这就是5个人肯出夜线了。老夫子自己怎样啊？比我慢哦。大人出夜线，我来放火。怎样的放火啊？嘿嘿，大人，跟外地大人到东营许过。跟陈亲王、老王爷、王兴王大人来到许国门口。外地大人这个，大人这个。跟我那个，我那个，这个那个，这个。哦呀，万使不得！老朋友听了嘛要动气的。大人，侬养不？我命看不进啦。这种大行啦，侬拜托你见到办不到的。
要提起我侬胳膊大，侬有苗头，胆小鬼，听得这个胡须跟娘啥个拉拉叫搞起来，个办不到前头还要办到了，老是回去各种大行了，有点洋百姓啊。也是把搞人家洋百姓，问不其他办法咯，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咯。那么董事大言，哎。正那个些辰光，只听见市民中浪当当当当靠12点，华公馆里向的规矩，中浪向12点也开中饭，你要进来，请大人用饭。华同事与心事辣海，哪吃得进不回去？我不要吃了。大人，搿不吃饭我幸福如何？也是夸张，带来热心人走啊！哈哈哈，开饭开饭。便饭也有不吃嘴，夸啥个？吃开始的这师爷两家头到东营市过，两个师爷打过来，看见个女儿打里招招水。哟，老夫子有什么吩咐？跟侬说简单啊？哦，跟我到正天闭门拜张张口。个陈亲王、老王爷、王姓王大人两个闲话是，我马上进来。是，到东营书馆门高头靠两期，马上到这。哦，哎，你要不懂，今朝个师爷哪讲我说搿种事体，怪对怪呢？哎呀，问个啦，这个师爷，我能问一声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哦。是要想个事体好讲给你听，不明个笑。为听东营书馆，书房门大堂上，门首辣旁边，分手门是虚掩了海。回过来坐定下来，大大人哈谈谈，哈讲讲，随等两阵跑来，阿来呢来了，刚好2点钟，就说不特钟点，1点3刻就拿来。一部摩托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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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驶而来，这部摩托不精神的第一步，而市场第一步打并起，考据的第一步，因为陈亲王他叫不到哈，德国水乡百事马，那个部摩托送不拉里带步，克隆跑钢铁厂出品，钢丝轮毂，动外里克隆米，粉笔搓布。四面喷漆，里向沙发坐垫，门前头有2张阿拉伯高头大幕，比家这个汽车开的不够。2阵炮坐哈拉浪车子里向，搿大派那样子的人呢，53年纪，本上蛮水的，最近几年胖出来了，方着这面孔，2条浓眉毛，一对大眼睛，大鼻阔口。2张耳朵佛佛脚，有2根黄渣渣松手，啥单背，今朝找个皮肤，头浪向真金头戈壁小马，3、5节子，门前头有珠子，水位里冰顺3节，吊臂滚臂，大红手头，搿点马子那让当时清朝大太大富大贵，唐时现在当时官地高浪办了，当里神经病13点。身浪向纸条的皮袜子，赤峰皮毛锅，黄石路戳眼刀浪没事不晓得了。古董前头有欢喜眼镜带、笔带、衣油把、手指带、小粗的，像铜像带着个叮叮啷啷。黄石路太空天盖地做布马，头根切3路汤水双皮两黑小，搿条鼻子上梁杀光，汤山公家的。黄爷2只手。天下落背这样布的啥呢？人家布种布的铁带，叫啥礼服带，布一带小叫做肉毛，布得了珠光的话有包浆，人家可能布肉个毛，啊，你布得了一直那很有气，搿来就叫肉毛当有气。王爷边浪向是不还有一个王姓御史大人，43年纪。一身皮肤么极其朴素，不到片刻，到华家公馆门口停车子下车子，3套给不一声，
王爷、王大人驾到！门老下人有请过来，小人迎接王爷、王大人。算了，请王爷、王大人稍待。小人通报贾大人官带出街。不要通报，退下。咋？用不到办的了，你管你进去嘛，老大。来帮语要说不拘的。先老。王爷。咱们走吧。王爷，请呐。哎，我不欢喜客气，我先走了。但真听郎下一口啊。怎么童老不在啊？并门被个女儿拉张，一看，哦哟，王家王大人来走，是要别走啊，要去不行。到东营事故，是两只贼头望着门廊向，哒啦啦哒，把他是要听来了，带大人看看听啊，来了。这两正派打真听郎向一口啊，平常活动时来还一打针，今朝根本没一百里进去。来把雨呀，总归那东营事故，个新书瓦盖比较热热与红钢，都不浪头热热点，跟一百里进去不拉得。所以对朝却这么一敲进来，直到东营事故门口，看见书瓦门关上来，王爷去砸水，刚刚达到门外了，其实我跑到门口抬上去，啊！气死我！一听个声音说：“活动日，县长，王爷，童老在发脾气。是啊，他为什么发脾气啊？你跟我大晓得，我当然一道来个呀，一道来，你家不晓得？大概来得晚了。咱们来迟了。不是呀，不是呀。等明星子呀，你来得太晚，你等到心里想急在无然有个，不怕来怕等你。王爷恐怕不是的。身边我大王金边拿出来看门，一定双分分特重点嘛。发脾气没见得。县长，王爷，好了，到我宫里去吧。王爷且慢啊，我们听听。有什么好听？快走！大炮要走，王熙奴的扎大一步扎了，听听看。这大炮要走，不成功把那三炮打了嘞。下不龙不老的，这好听呢。那么说起来，王熙这个人不对喽啊，不像大人大物，摆到人家屋里向啊，关头关呢听比较，这个要有两理。因为王兴了到河东路多年的老友结结呀哈，你晓得河东路的脾气和蔼可亲，从来分看起里白过面孔，香过喉咙，胖过胆子。今朝为啥这样去？要听听看。我倘若是屋里向的事体，你外头人发啥水？倘若河东在了外头被人家欺负着，你老朋友要帮忙，帮你出气的。所以么，侬王爷吐了。两家头要听听看。那么有句要声明啊，两正派了外头讲脏人很低的，你到外面都讲清叫。我说是要想，你这来听讲听不见的啦。我里向讲脏声音倒蛮响，真正让外头听。嘿嘿，大人，老夫子，这张见的，可不要挂大人胡骂了。这就是俺绍兴人也干麻烦的。各种虚构，想说个虚构啊！是啊，王爷一听嘛，还有个人来。县长，王爷，还有个绍兴人是谁啊？哎呀，王爷你忘为了。松阳家贼，夏大人对他到王府之中赏菊花，他一人饮了12斤之余，vì罪。对。个绍兴市呀，一个子吃12斤醉，分吃在谁这个包？他们很知己。为什么争吵？呀，不是样争吵争吵嘛，两家头闲话对立，现在一条边，不是看脚。不是看脚，个啥子？为了让讲，大人，老夫子，这一个读书人，12年唱我功名大盛。
搿蛮辛苦个，搿但是办当地的主人判处死刑，关在一起休息。搿俺读书人一无保障，有点寒虚虚的。真是。王爷听之发动，唔听了，啥读书人？谢了，您懂吗？哎，王信倒听出来了，看上去为只讲杨乃武搿桩案子，只讲杨乃武桩案子拖至几年啦？华东船为只杨乃武搿桩案子部里向有家接触，只讲申请上载送上来，要部里向批，8个多人认为差不多，华东就是罚8人8日为许终身。报去，公文上来噻，杨乃武要杀8个多人说差不多着，华东就是不明不白，再许终身。那么有2位大人讲着呀，华东人啊，你浙江人，杨乃武也浙江人，你同乡啦帮同乡哇，你搿个有司机哇，所以华东人为之杨乃武有家接触。西讨员派个钦差叫何才来到浙江重新审问搿桩案子，我认为西讨员用人不当，因为我晓得何才来搿个人缺个问，最出来的是他杨乃武心真脆确，因此死刑。今朝这浪向西讨员杀刑部发金粮，但是讲我杨乃武杀，我对华东人看舌头浪向里眼啊。等到退朝下来嘛，我问你，华东人啊，你还有啥事体啊？你说没啥事体，回到屋里向滂头拍灯，是气死我意，就是为杨乃武搿桩案子。王爷，他是为了浙江杨乃武这桩案子。为什么？杨乃武。杨乃武？是啊。我没有听见过杨乃武什么人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杨相武的兄弟。不得非瞎说着，听是听得那个杨相武，不是的，还是为杨乃武他听听看。大人，老夫子，跟那个杨乃武啊，体育上有节满道都有个，搿好拨我老听听看。搿两正派一听，但实在为杨乃武桩事体。乃是他听书上听出味道来，有心听下去吧。大人，搿好拨我老听听看。老夫子啊，真是一言耐人。华东柔乡老朋友啊，要得人多少？刚刚绍兴人干我谁个谁个，哪个谁个谁个，现在怕用上子。为之救杨乃武性命，我也没办法。老夫子啊，金西梅提路，他公报40岁。忠厚呀，这桩事情出在同时，救你们。为生年亡郎，安送祭祖。杨乃武生岁才末，他高兴大。同时就因为渔阳游里向刮飓风、龙卷风，啷当，此台神庙一只锅，到私人神庙特别得起噶，来得个看重啊！那么请是有理，请有理不可收，有理审不动的；请是3理不可收，3理审不动的。那么杨乃武发起
到私人大家捐资发射钞票，发射同地到山里向采备大批的木料，准备送水神庙。杨乃武呢，在到山里向当张丧职，咁啥叫丧职？三个特别通营生意这个张生意呢，一路浪向弥散，通营无阻，嘿嘿。到杭州几条关卡浪向拉拉着，搿些辰光关卡还有不日本人呀，随时乱些动呀。他多次旅内空不公，服而非送生。他这样没了口虑，杨乃武不服，上空衙门，雷声因此对过，他就悔恨在心了。从此长官都记住，他心内自己在于你该懂的呀，卡过不走在5万洋的马这个鱼上只有7分，生生来被杨乃武错的。那这杨乃武他用功勤读，为于恩口，总是效力，累些动无些口称。巧不过，冬日12年东征各品里，我都生死也。双子高在他的手中，他向日微微，张不离带，将杨乃武批进衙门，却大人找，非公报私罪，何以哟？是此天官。将杨乃武分身4岁配军下，个杨乃武菩萨呢？跟俺弄不懂呢？跟那个杭州个班官哟，个统统拿杨乃武判决西来定了休干。老夫子，这何小事的？该动的呀，可以衙门里下去运动的呀。他真是送俾衙门里。浙江啊10月风哇，上司合作，统统一起10月风刮。个杨乃武苦啥的？跟那个钦差大人也拿杨乃武判决西来。在，只不过就是钦差后再来。他到浙江应该秉公而度，哪里知晓他还是糊涂了哎！走着道都荒谬些人，说杨乃武并不有望，因去死罪，真是糊涂。公安糊涂了，口儿里却是只为效力啦，草菅人民糊涂了哎，岂有此理！但大人，我听叫有杨乃武儿子叫杨如云，其根本正经，又被印度党滚顶班告上，叫大人帮忙，个大人还少个钱的双手勒腰，
大人，那个心硬邦邦哦。我对梁振派听非为动了，衙内家属伯伯，进京顶北高上去河东州帮忙。哎呀，这么小公主啊，来记住晓得有望，应当帮忙。为的啥伤水都要你听听课。哎呀呀呀，老夫子，你待这几也不知其儿。而见老夫以知策之名，深知一下，我不能为你的了。哦，大人有办法可想。是啊，大人，跟俺认为侬有办法可想，请两个老朋友帮帮忙啊。是了，哎，王爷，咱们有生意来了。是啊。李三已经来到，老朋友们以为，不被人看上去要拜托你这。哎呀，老夫子，欲送不及。我冬日生病骨折，少于之际，后来梦雨想托哪一个？大人，有老朋友。是啊，有老朋友，有办法的。是了。这是什么话？他说没有老朋友，我们算什么呢？王爷息怒，夏大人他吃昏了，话不及地。这都拍行不是拍开的浪漫意思，这500老朋友跟你飘手手上，定有好个朋友。你想为了还讲，当然侬有老朋友，这句我也不相信哦。有老朋友哦，碰到一时才河满洲2点钟，不请自个回来个多看人。这喊个老哥，这气质不好个，大人要娘娘的个，事实是个老朋友，这陈亲王老王爷王姓王大人啊。先到。绍兴人没有忘记我呢。这叫当局在你，旁观在清。这绍兴人得分马亲。我请你吃次生意，今晚就有点道理。知道了，想拿去地生之活动时，也怕属于责任，也拜托你这。哎呀呀呀，老夫子啊，你哪里知晓？沈亲王来王爷。王姓王大人并非为内之教，因罪下级的罪若梦雨，想托他们如何用去哟？这主要我相信哦。这沈亲王老王爷王姓王大人，替大人并非万难之交，这真有朋友啦。怪不得出几人就一悄悄敲得来呢，这吃好人一悄悄完整起来，这真有朋友，有妙的。这是什么话呀？把我看得这样不是钱，岂有此理！王姓听听他光猴子。哎呀，想懂了，你不应该讲个2句闲话。不是替人光吃走扎鸡，有事体大家要办事体。这杨内务早是那份托空你哇，来托你，心里而为，哪可以是俺讲啥个最牛朋友？哎呀呀，真是欺虚此理呀！想为了还讲大人，跟俺认为这张见到西木当我母鸡了。这今朝沈亲王老王爷来个拜托你可。哎呀呀，老夫子何必多此一举？像杨内务的，倘若非正是这将牺牲部长要进入他们，他们受不了的。这句我相信哦，这是多见的啦。这沈亲王老王爷就胆小如躯。这多怕，这是空心怕啦！你要苗头个，大人，俺认为侬去沈亲王老王爷还是一刀两断，这种专业朋友来小人我吃不消了。王爷当心，王爷家兄弟更多，要是怕看你啥不是动力，可我代表的谁比上要赔礼没？是了，他说我办不成，偏要办一办。王爷出马，王姓奉陪。好啊，不过王爷，你要三思而言呐。怎么3思4思？我就是大炮，您就是小炮，咱们大小炮一起开，一起开。来，我王家去找敲脚，忙正士官门上，砰一掌，绍兴人等下来，跟娘3个大小炮看进来去。这都沈亲王到此结束。